谢谢孩子，谢谢孩子们。我把您送回病房吧。好了，谢谢。给。我也喜欢红色，喜欢就送你了。你好点了？嗯。那天晚上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我总觉得三锤知道点什么，但是他就是不说。那好办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和包斩继续跟踪公园的事情，你跟华龙负责那个赌鬼金奎的案件。刘教授，颠机的案子没有什么眉目，我想我会很快的摸清赌场的运营模式。这个很有挑战，很难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很擅长，所以我想去调查赌徒被杀的案子。好，讲得不错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但是任务还是照旧。我还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啊！不管多大的挑战，我都愿意去完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警察也来一碗呗，反正我们做的挺多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啊？你还怕我们往汤里放毒呢？对啊，这不正好在医院吗？抢救也方便。你们好了多久啊？有半年多了。三锤真的好福气啊，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。是我有福气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。是真的。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这是见证了求婚啊，那这碗羊汤我得尝尝。你病情也好点了，我想问。我说过了，我就看到一张血肉模糊的脸。这样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那么一个老板，买了一只大羊和一只小羊，他决定呢先杀大羊，于是把刀放在了外面。抱歉，让您见笑了。刚才他突然之间向我求婚，还是没有控制住。说抱歉的应该是我。我已经调查过金奎的银行账户了，也找到了他作为赌徒的身份证明。但是他经常去的这家赌场，只有注册登记过的人才能进去。可是地下赌场的通行证不太好弄啊。李月亮帮忙做的，绝对以假乱真。
这小子还挺厉害，会打牌吗？只会打人。说正题吧，我们还有一个难题，赌场的位置我们没有办法确定。老板，推拿还是按摩？有不用针的针灸吗？这谁他妈把我小学时候照片弄上面来了？您好，您身边的这位是？看不出来啊。这我们家宝贝儿啊。手可以放下了吧？以后请注意用词，谁是你宝贝儿了？我是不说你是我宝贝儿，你能进来吗？哎，黄哥，您来了。怎么样？还行，活灵活，还可以。来，这边有一套马。还行。看来这还有个 VIP 厅啊。有一套。黄哥，你是？我是小陈啊，前2天赌钱你把我钱全赢走了，忘了啊？一起吧！怎么了？哎，自己人。看看3号桌什么情况？黄哥，大哥，他妈欠我钱什么时候还啊？我们开始吧，来，开始。来。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请出门右拐直走。好，谢谢。7万更一手，2万更加1万。跟。
怎么了？15万。我没拢。扣。怎么样？30万。我吹呀all in。王哥，是不是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推了？我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压了。行，见今天黄哥玩的开心啊，我跟。开牌。3条 P。3条 I 型。哎，黄哥，那2只雪茄别忘了给我留下来。靠，这小子把黄总都得罪了。我看了好几遍，他的手一直放在台桌上，好像没出老千。猪脑子是不？谁说只有手才能出老千？狗日的，现在高科技多的是。我是说，脸看清楚了没有？老板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就好。他是不想走都出去了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？洗手间在这边。老板想玩一局。好啊，可我只喜欢赌命。画龙，画龙。
华龙已经去休息了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女朋友是因他而死的。卧底的任务中。换谁，这也是一个很难愈合的伤口啊。我大概知道凶手是谁了。三锤最想保护的人，最爱的人。我跟金奎以前也玩过几次，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踪了呢？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那天下雨，他手气也不好，输了很多钱。5、6点钟的时候出了赌场门，就再也没看见过他。这个戒指里面有摩斯电码接收器，跟赌场串通好的吧？赌场嘛，总有我们存在，要不然赌场不是亏了？你来了。你等我，我去洗洗。
上有花。暗黑的陌生，在此刻的空间，黎明前的夜里，旋转在那散发回忆，冷漠随风旋转。